过去人称台湾第一才子的文学家吕赫玉，日本时代就真出名。谁知影讲心肠命短，伫咧白色恐怖的落曲事件，不幸来牺牲性命。昨也是吕赫玉的生日期，伊的囝儿就甲苦心藏起来滚60档，老爸在生亲笔字的日记文，拢总捐予台湾文学馆，永远收藏甲保存。台湾作家李翕录的日记，对家属的手头交予台湾文学馆的馆长，已经保管70档的手稿日记。家属愿意捐出来，文学馆真感谢。那以亲情甲这个物件来讲起来吼，这个物件应该较重的啦，所以我就决定讲，要甲这个物件捐予迄个文学馆。观测活动的现场，李翕录的5位后生甲查某囝拢来参加。拄好8月25号，这天是因爸爸的生日记。这本日记是伊唯一留落来也未出版的作品，因为其他已经全部带入途中。都无是册啦，拢惊留迄个册会出代志，无代掉。我甲阮大兄答，我都要会记。台出来我甲破水。李翕录是台湾日本时代重要的作家，伊留落来侪文学音乐的创作。不过，伊为着理想加入地下组织，最后伫个陆区基地受难。迄当阵，伊才36岁。这本用日文写的日记，是伊对昭和17年，也就是1942年开始记录伫个东京的生活，嘛为个人的心情甲文学思想的变化。伫个日记内面写真济物件，伫个内面，甲包括伊跟别人的交陪，甲其他文学家、音乐家，所以即个日记内面记真济重要的代志，而且佫一个手稿，手稿是独一无二的，无第二件。其实家属进前嘛捌捐出李翕录的结婚相片等等的文物，伫个文学馆收好保存，嘛已经提供日记的影印原稿，予台湾文学馆出版。这届家属进一步把日记捐予文学馆，予民众有机会会使亲目看到文学家的手笔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哲台南报道。